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嘉新聞週報，我是翁宇俊。全台各地有許多藝文展覽、休閒活動、限定美景，還有在地美食，趕快透過鏡頭帶您一睹為快。先來看傳承172年的基隆中元祭即將登場，今年由劉唐度宗親會輪值主譜。除了傳統科儀之外，宗親會和市府文化觀光局也規劃有演唱會、藝術裝置及即將成真火舞團帶來的世界級演出。2、1，請點亮。傳承172年的基隆中元祭即將揭開序幕。市長謝國樑、文官局長江婷梅及劉唐度宗親會的宗長們一起為2026丙午基隆中元祭系列活動暖身。每年最重要的一個慶典活動啊，那今年的中元祭是劉唐度宗親會來舉辦，也是我們重要的一個慶典活動。那我們也很感謝宗親們大家的配合。我想每年的宗親會不只是一個宗教性的活動，更是一個我們重要的文化觀光，甚至能夠結合旅遊相關的一個大型的基隆的一個活動。所以我們不管是有快閃店、各類的活動等，都能夠吸引更多海內外的觀光客能夠來參與基隆今年的中元祭。基隆中元祭是國家指定第一項無形文化資產。今年由劉唐度宗親會輪值主譜，除了延續傳統祭祀科儀之外，今年主打年輕活力，要擺脫過去悲情的印象。希望年輕的一代能夠來關心我們這樣一個國家慶典，讓這樣的慶典能夠持續下去。所以我們今年呢，對於新進的年輕人呢，我們都希望他們能夠來參與啊，然後把我們這個文化傳統呢繼續把它深耕下去，因為它代表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慎終追遠的心。好，那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樣的年輕人的創新呢，讓我們這樣的活動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丙午基隆中元祭有非常多的活動，那今年我們劉唐度宗親呢也有創造一些曾經沒有的，像今年我們有預告上蒼，那在8月15我們也有我們很棒的一個演唱會。除此之外呢，聽說今年我們劉唐度的水燈頭是非常非常的大，有別於以往。那我想每一年的基隆中元祭呢，都是非常多的觀光客以及很多的市民朋友很期待的。那我们也很感謝這是劉唐度的支持，那也讓我們看到這是劉唐度的宗親把所有的中生代的年輕人給帶出來，也讓我們看到了世代的交替跟傳承。記者會現場出現了專為毛小孩設計的水燈，有別以往中元祭融入更多傳統民俗元素之外，今年首次舉辦中元祭演唱會。將邀請世界火舞冠軍助陣演出，所以我們這一次呢有結合到我們這個寵物的部分，所以我們在普渡當天會有準備一些飼料啊等等的，包括紙紮，會有一些寵物的紙紮等等之類的。那我們的寵物的普渡補完所有的飼料，會進行做捐贈的動作，我們會捐給這些流浪之家等等之類的，來做捐贈。那今年比較特別，就是我們有做了一座小座的寵物的這個水燈頭，那到時候在7月14號，我們再進行做釋放的動作。今年也特別找了一個國際級的火舞的一個表演團體來去做表演。那想說劉唐度今年呢，我們用紅色、黃色來去代表熱情，也來代表溫暖。溫暖是中元祭一直想要推動的，平安也是我們想要告訴大家的。希望透過這樣的表演，可以讓大家更喜歡中元祭。今年劉唐度的水燈呢，有突破以往，然後做出歷史上最大的水燈錯。那我們今年水燈寬度就高達12尺多，也就是在3.6米，接近3.6米、3.8米左右，高度也是高達9尺多。那我是觉得它是一個非常有看頭的一個水燈錯。基隆是以中元祭為起點，邀請民眾走進港都，欣賞花車遊行的精緻工藝，感受普渡儀式的肅穆莊嚴，在傳統和當代交織中，體驗到基隆獨特的文化深度和溫暖情感。記者黃少明基隆報道。
台南灣里保安宮迎來24年一次的建醮大典，最後的重頭戲平安繞境精彩登場，將近80番的陣頭輪番表演，當中還有元宵節才會出現的炸寒單，相當新奇。另外，台南知名北管團輕騎社水族鎮，睽違43年舉辦龍宮物語繞境，小朋友裝扮海底龍宮的角色，是藝政界一大盛事，備受矚目。肉身寒單爺站得直挺挺，接受鞭炮洗禮，元宵節才會出現的炸寒單，竟然在灣里保安宮的建醮平安繞境中看到。整齊劃一的步伐，精彩的操槍技術，受年輕人喜愛的漢光樂儀隊也來了。24年才一次，各有宮廟都來相挺，將近80番的陣頭輪番表演，讓圍觀民眾看得相當過癮。鏡頭轉回市區。小朋友裝扮成海底龍宮的角色，模樣相當可愛。台南知名北管輕騎社將43年不見的水族鎮搬出來，舉辦龍宮物語繞境活動。我扮演的是龜丞相，霸氣又有那種欣賞的感覺。故事主軸為龜丞相出遊巧遇棒精，面對龜丞相不斷騷擾，棒精用大蚌殼夾住龜丞相的頭部，讓龜丞相痛得想要掙脫，四腳朝天在地上打滾，畫面相當有趣。台灣第一團水族鎮是從輕騎社創立，利用歌仔戲的道具和表演方式，加上評劇北管的演奏，早期在廟會中相當搶手，不過仍然不敵大環境，逐漸沒落。大概籌劃了大概3-4年，才有現在這個狀態。推倡就是說，盡量不要讓這種傳統藝術就斷層。對，我們就是想要把它就繼續再流傳下去，這樣。水族鎮因成員年齡漸長導致斷層，如今決定重新復團發揚光大，是藝政界的一大盛事。不過在少子化的狀況下，這項技藝依然不外傳，以親戚朋友家的小朋友為主。記者收海灘的報道。在三民區開業多年的虱目魚專賣店，堅持每天以新鮮虱目魚漿手工制作各式食材，無論是 Q 彈的魚肚丸，還是細膩滑嫩的魚皮，都深受饕客喜愛，成為不少人一再回訪的招牌美味。我們幾乎一周都來個好幾天啊，就是肉燥飯啊、魚頭啊、養生菜之類的都很讚。哦，40年哦，那個在這邊啊，什麼都好吃。被客人大力推薦，甚至愛到一個星期會連吃好幾回的美食，就是位在九如2路上的虱目魚專賣店。飄香數十年的老字號傳統小吃，如今由第2代接棒經營，依舊遵循老手藝，堅持手工制作，讓熟悉的好味道一路傳承至今。手工打的話，它的那個層次會比較 Q。會比較 Q， 然後東西也會比較不一樣，盡量讓客人吃到最新鮮的，天天做。而且如果是賣得好，就是上午，反正是上午做，下午再做。除了綜合米粉可以一次品嘗多款手工制作的虱目魚美味，每天限量的香酥魚腸也深受客人的喜愛。搭配炸的金黃酥脆的魚肚，以及香氣十足的手切肉燥飯，每一道料理背後都凝聚着老闆對傳統滋味的用心。即便要天天起早貪黑備料制作，也堅持要把關好每個環節，守住老字號的好口碑。他們堅持的理想就是說，能夠讓客人吃到的是天然，然後又沒有添加任何化學物品的東西。他堅持強調就是我們自己可以吃，然後才給客人吃。從第1代創業至今，這份對於傳統美味的堅持便不曾改變。擺在餐桌上的一道道虱目魚餐點，都能看見店家對於傳統美味的用心。不僅要讓手工古早味持續飄香，更要守護好客人多年來的珍貴回憶。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台北捷運萬大線第1期工程力拼明年完工，目前總進度超過85.6%。新北市長侯友宜與台北市長蔣萬安日前一同試乘列車，肯定第一線工程單位的辛勞。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通車後有望疏解板南線人潮，中和到台北市中正區的通勤時間將節省一半。新北市長侯友宜與台北市長蔣萬安一同走下列車，滿意的神情展露無遺。
雙北首長3號一同從中和土城交界的莒光站搭車到連城錦和站，因為要確實了解捷運萬大線進度與狀況，第一步就是親自搭車驗收。動態測試是捷運工程的重要里程碑，表示工程由土建施工正式邁入系統整合驗證。捷運萬大線早在今年5月就已啟動主線動態測試。8月3號正式邀請雙北首長試乘。台北捷運萬大綜合樹林線預定在116年底實質完工。完工通車以後，雙北市的生活將更緊密，雙北也將共創美麗新未來。新北市長侯友宜感謝北市府協力推動工程進度，也慰勉工程團隊的長期辛勞，帶動整個捷運路網更順暢，尤其我們的板南線。我們的板南線現在每天大概有65萬，甚至越來越多的，因為再加上三林線進來，三線我現在還沒有給它加進來哦，因為三林線現在每天在做這個免費搭乘啊，平常已經達到2.6萬人，假日已經做到5萬多人，所以這麼大的量，你要從頂埔站要去接板南線。相對的，我們的壓力非常的大，因為現在的板南線基本上要上都很難上，再加上如果三林線，我們壓力更大，所以我一直希望說，萬大綜合線如果及早完工，就會疏解我們板南線10%的運量。萬大線是串聯雙北的重要捷運建設，目前工程進度逼近90%，第一期預計116年完工。未來通車後，捷運中和高中站搭到中正紀念堂站，車程時間將省一半，可以舒緩板南線人潮，也朝雙北30分鐘生活圈更邁進一步。記者張瑞瑜採訪報道。再帶你來看高雄捷運建設持續向前推進，中長期路網規劃中，以全長約36公里的捷運紫線最受矚目。路線將串聯高大特區、橋頭科學園區等重要產業與生活圈，不僅能提升交通便利性，也有望進一步帶動北高雄整體發展。隨着台積電進駐楠梓以及橋頭科學園區持續發展，北高雄人口與產業快速成長，對公共運輸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捷運紫線未來規劃串聯高大特區、橋頭科學園區等重要據點，渴望完善區域交通路網，降低通勤時間，提升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的便利性。其實我自己個人是蠻期待，就是整個捷運直線的落成，對，跟啟動，因為其實對於我們附近居民來講，應該是會帶動整個生活的一個便利性，然後再加上就是整個人潮的一個更聚集，然後還有其他的建設進來這樣子。這邊如果直線搭起來的話，我們走路就可以去搭捷運，實在還蠻方便，就是小孩上課啊，就是或者是我們上班都還蠻便利的。地方民代指出，北高雄近年發展迅速，不論是產業投資、住宅開發，還是人口持續移入，都讓交通需求大幅增加。尤其高大特區人口快速成長，更凸顯完善交通路網的重要性。應加速推動捷運紫線，滿足地方發展需求。要推動我們的紫線在我們的大學南路上，大學南路上如果可以早一點成型，以後我們南田是特別的發展。今啊未來咱新台17線已經在迄個年底應該就要全線開通啊。所以講包括新台17線的也好，還是迄個通港路也好，還是迄個廠區周邊的道路、右昌周邊的道路，個咱高雄大學特區遮周邊的道路攏愛陸續會開闢，愛趕緊來甲開闢。交通若通就對啊，迄個什麼代志攏較方便做，囡仔要讀冊也方便，家長要接送小孩也方便，種種攏會足方便啊呢。捷運紫線推動，除了提供居民更便利的通勤選擇，也能串聯科技園區、住宅聚落與商業發展，進一步帶動北高雄生活機能與區域經濟成長，成為高雄捷運路網的重要一環。記者李正道高雄報道。
流行音樂迷注意啦！第二屆2026潮台北8月22日盛大登場。今年活動不僅在國際上榮獲美國繆斯創意大獎鉑金獎肯定，規模更是全面升級。預計有超過290組團隊帶來150場精彩演出，透過音樂博覽會、論壇與多元表演，將台北推向亞洲流行音樂之都。由台北市政府主辦的第二屆國際都會音樂節2026潮台北將在8月22號登場。去年首屆活動吸引高達13萬人次參與，今年期望持續透過潮台北品牌，將台北打造成為亞洲流行音樂之都，帶動整體演唱會經濟發展。那今年我們第二屆擴大舉辦，我們邀請了290組國內外的團隊，總共會有150多場的音樂演出。那另外，我們也持續透過已經慢慢逐步建立起的品牌，包括 Trendy Talks， 包括 JJM Asia， 還有包括我們 TMAX Taipei Music Expo 台北音樂博覽會，我們搭建起國內外音樂創作人的一個交流平台。我們也希望串接亞洲各國的這些流行音樂產業。那另外，今年我們也走出海外，我們到馬來西亞進行深度的交流，來宣傳我們潮台北。我們也希望讓潮台北台北流行音樂這個品牌能夠很精準的傳遞給主流的受眾。那同樣，我要再次謝謝北流市府團隊以及所有參與的夥伴。我們希望能夠真的打造這個亞洲流行音樂之都。那麼當時有這樣的發想，也是希望搭建一個平台，讓剛剛幾位我們優秀的音樂人能夠走入世界，能夠透過這個平台跟國際交流，培養更多優秀新一代的音樂人。活動不僅深受民眾喜愛，更在北流與市府團隊的努力下，從數千位國際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榮獲美國繆斯創意大獎最高榮譽鉑金獎，展現強大國際影響力。今年活動擴大規模，預計邀請290組國內外團隊，帶來超過150場精彩演出。換句話說，以北流作為一個重心，然後加上我們在東南亞的號召力，華語流行樂對東南亞的號召力，然後再來跟東北亞的日本，還有中國大陸的華語流行音樂圈，以及日本、韓國的流行音樂圈合作，然後我們最後確定了我們3個主要的方向。各位看到了，在演唱會經濟，這是每個城市都在做的，但是我們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擁有北流，我們擁有小巨蛋，我們做國際演唱會。北流做亞洲音樂節的平台，串流亞洲音樂節進到台北來，然後跟台灣的廠商做互動，然後我們的各地的音樂節也會在同時進到台北來。各位在看到大港開唱什麼都進到台北來，讓國外的買家透過台北的平台看到全台灣的流行音樂節，這是我們的很大的一個嘗試跟企圖。我要跟各位正式的宣布，今年我們的小巨蛋演唱會，名稱叫做 Trendy Taipei Trendy Seoul。我們就把韓團放進來，明年我們的企圖心可能就是跟市長，我們也跟市長報告過，我們將來很可能就是 Trendy Taipei Trendy Tokyo， 就是換句話說，我們以後會小巨蛋，我們都會用一個潮台北加上一個潮什麼樣的城市來做一個串聯，這是我們的企圖心，要讓台北的流行音樂走到國際，讓國際走到台北來，流行音樂跟資訊局的資訊的業務 AI 業務能夠整個打起來，那這也是在第1年就開始摸索。到去年就很成熟了，今年就更為成熟，這是我們的產業趨勢。希望大家在這幾天的平台裡面來台北，不只是聽音樂，是真正的感受到流行音樂是跟其他產業科技可以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在贊助商裡面很多人都看到這個名字了，是不是？就是我們的嘗試，不只是它進到NVIDIA 進到台北來，是將來有沒有機會以它 AI 的帶動，跟我們的流行產業，包括科技、藝術。這是很多人期待的，包括藝術界很多人期待。那我也這是今天不是我們的主場，
談這個東西。但是我必須跟各位講，我們市長也交代了一個任務，我们也在今年要正式的推出台北國際藝術村的計劃。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把國際藝術村帶到台北來，然後跟我們的科技來做合作。我們也邀請到了 Coachella 的代表來到台灣，來分享世界音樂節裡面的不同的內容。我想這是在第一天我們整個的在論壇的部分。第二天的媒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為這一天用 Legacy Terra 2000人的場地，有500場媒合。跟各位報告，當初我們在 Create 做 TMAX 的時候，原來是希望協助台灣的流行產業業者跟國際產生交流。但是很棒的是，我們成功到目前為止，是亞太地區的流行音樂業者會來到 TMAX 做亞太地區的流行音樂交流。我想這個是剛剛市長所講到的，我們跟國際接軌、跟國際交流在這一塊裡邊，其實我們是今年是確實緊密掌握到了。本屆朝台北前往馬來西亞深度宣傳，積極搭建台灣創作者通往國際舞台的重要橋樑，並致力培育新一代優秀音樂人，促進國內外音樂人的深度交流。活動邀請市民加入這場充滿動能的音樂盛會。記者翁宇君台北報道。全台最大的半室內免費親子樂園高雄親子遊樂園區在8月8號正式啟用。園區前身為台鐵貨車維修工廠，經過市府積極爭取與活化，打造出超過30項分齡遊樂設施，成為港都最熱門的親子同樂新地標。小朋友在雲朵彈跳床上蹦蹦跳跳，一旁的秋千越盪越高，現場充滿歡笑聲。全台最大的半室內免費親子樂園高雄親子遊樂園區終於正式啟用，一大早便吸引數千名家長帶着小朋友湧入體驗。那裡有彈跳床，有很多人在上面跳，很刺激，好玩。我覺得很棒，尤其帶小朋友來，他這邊有很多就是稍微大一點的小朋友跟小一點的小朋友的遊樂設施都有分開，就是不收費也可以玩到那麼多，我覺得就是很值得。我還沒玩到，因為人蠻多的啦。遊樂園區前身為台鐵貨車維修工廠，占地約1.5公頃。經過高雄市政府2年的積極活化，成功轉型為親子遊樂空間。不僅規劃了超過30項分齡分區的遊憩設施，更保留舊機場挑高的鋼構建築特色，並將鐵道維修的天車結構改造成天車雲朵網遊藝設施，巧妙融合多項鐵道文化與遊樂器材，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前這邊感覺就是都封閉起來，就是一般經過就覺得好像是荒廢的一個地方。不過今天來覺得有耳目一新，以後也蠻想常來的，因為在輕軌旁邊，其實很方便。對比真的很差別太大了，那個非常的感動。鐵道啊，跟鐵軌跟我們的車廂把它保留下來，也讓所有來這邊玩的好朋友們，他們知道說啊，這就是以前的歷史跟文化。同時還有新的捷運的黃色車廂。那我們把黃色車廂搬到這裡，啊，這個是全國目前唯一的木質座椅，啊，那同時未來會是完全的無人駕駛，啊，所以呢，這個都是鐵道的過去、現在跟未來，啊，那我們也讓來這邊玩的所有的大小朋友都能夠了解到，我們這個保存文化的重要。為了陪伴孩子歡樂過暑假，市府加碼規劃了氣墊水樂園，連續3個週末還會有兒童明星見面會。此外，為了傳承鐵道文化記憶，園區未來1年也會有鐵道志工導覽服務。不僅是高雄最大的親子遊樂園，同樣也是台灣最大的鐵道博物館。軟體的設施，我們幾位剛剛我也看到幾位廠長，還有我們台鐵的同仁義工。將要在這1年內能夠協助我們，能夠如果我們的市民朋友來到這裡，就可以來了解過去這裡到底在這50年來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點點滴滴口述歷史，這個才是真正的人文的博物館。高雄親子遊樂園系列活動將持續到8月23號。園區暑假開放時間是每週2至週日的早上9點到晚上7點，歡迎家長把握時間帶小朋友前往同樂。記者吳佩珊高雄報道。
一年一度的新北歡樂耶誕城不僅可以賞燈，今年還能揪團一起路跑。2026新北市耶誕馬拉松接力賽將於12月6日登場。今年除了延續3人接力賽制，更推出全新耶誕鈴鐺接力信物、夢幻泡泡起跑及變裝競賽，邀請全台跑友一起感受最有節慶氛圍的路跑賽事。2026新北市耶誕馬拉松比賽3、2、1，正式啟動！在主持人的倒數聲中做出起跑動作，新北市觀旅局正式宣告耶誕快追2026新北市耶誕馬拉松接力賽即將登場。今年賽事邁入第3屆，將於12月6日在新北市民廣場開跑，持續結合耶誕燈海、團隊接力及變裝派對等元素，打造最具節慶特色的冬季路跑活動。新北市觀旅局表示，今年賽事延續深受歡迎的3人接力形式，全程約24.7公里，路線自新北市市民廣場出發，沿縣民大道途經翠華大橋、華江橋、大漢橋及福州橋，再返回終點。隊友可依體能自由安排棒次，不論是經驗豐富的跑者，或是首次挑戰馬拉松的新手，都能透過團隊合作完成賽事。首先我要跟我們所有的愛好跑步的市民朋友，還有愛好路跑的朋友來報告，今年耶誕快跑第3屆的部分即將開始報名。我們報名截止日期到9月22號。那今年總共有666隊。今年我們每一年都有一定的相關的亮點跟特色。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的服裝，那我們每一次的服裝都跟代表着耶誕的氣息。我們這一次有紅色跟綠色的相關的一些服裝。當然，我們在起跑點的部分，所有的布置也是為了讓所有的跑者能夠在這一次的路跑當中，能夠大家相互的快樂的傳遞。那所以呢，我們會布置的歡樂的氣氛。而今年最大亮點就是首度推出專屬接力信物耶誕鈴鐺，每一次交棒伴隨鈴聲響起，不僅象徵接力完成，也傳遞彼此的信任與祝福，成為本屆賽事最具代表性的今年特色。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在這一次的耶誕快跑的過程當中，我們所有的這些亮點的這些禮物，那我們準備豐盛的這些禮物，那能夠給我們參與參賽的所有的朋友，希望能夠有一次非常非常快樂、非常歡樂的這樣子的活動。那尤其耶誕快跑的部分，也是我們耶誕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亮點的一個重點活動。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活動，那讓所有的好朋友那能夠相約來參與這樣的活動。當然，今年的比賽也是以3個朋友以3人為主。當然，最重要的，今年還有就是我們的變裝活動的部分，我們還設有獎金。那希望所有愛好這樣的朋友能夠來參加這一次又歡樂又愉快，然後呢又是好朋友可以相聚的一個活動。那把快樂能夠一路帶了1整年。那希望這一次的活動能夠每一次的活動都希望把歡樂帶給我們所有的市民朋友。那也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趕快來報名。那預祝我們這一次的活動能夠順利成功。除了賽道上的競技，今年也全面升級活動體驗。主辦單位推出全新限定紀念跑衣、毛帽、環賽毛巾及提袋等耶誕限定物資。起跑會場更設置夢幻泡泡裝置，結合新北歡樂耶誕城燈飾，營造宛如童話世界般的起跑氛圍。新北市觀旅局表示，耶誕快追2026新北市耶誕馬拉松接力賽分為競技組及變裝組，總限額666隊，目前已開放報名，邀請全台民眾相約12月6日，一起在新北歡樂耶誕城用奔跑迎接最歡樂的耶誕節。記者蕭世榮新北採訪報道。炎炎夏日想上山避暑看電影嗎？台北市觀光傳播局公布貓空最新亮點活動，8月起不僅有動物方程式主題彩繪車廂與星空電影院接力登場，9月還有全新打卡裝置，秋季更將迎來悠人神鼓的震撼演出與指南宮祈福活動。跟着我們的鏡頭一起上山，感受貓空迷人的山城魅力。大家可以一起來節奏，嘿嘿嘿嘿！他們的表演名稱叫做飛上貓空。台北市觀光傳播局宣布，貓空系列活動正式開跑。8月8日起，連續2個週末，在台北天空綠洲景觀台舉辦的星空電影院，
結合迪士尼動畫《動物方程式》播映、音樂表演及文創微市集，邀請民眾搭乘貓纜上山，在燦爛星空下享受貓空的獨特休閒時光與山城浪漫魅力。我們8月8號、8月9號就會在天空綠洲辦這個電影欣賞會哦。那電影欣賞會就是我們這一次很重要的 IP， 這個動物方程式啊。所以剛剛我也到後面跟這個動物方程式的這個爪冰棒嘛拍照哦。那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景點哦。那也希望說能夠讓 IP 跟我們的這整個環境能夠結合在一起。那今天其實不只是我們很快的這個全程出動飛上貓空，在這個天空綠洲辦這個電影欣賞會，很快的我們還有9月份有其他打卡的裝置，然後配合店家的優惠券，這也就是為什麼也有商業處這個的參與，然後希望能夠讓大家秋天都上來貓空這邊走一走啊，然後到了9月、10月。我們的樟樹步道，其實樟树步道的這個花海，我們一直持續都在做哦。這個公務局在這邊很辛苦。我們從1、2月有這個花海，然後有櫻花，然後有百日草。其實樟樹步道一直持續的在優化。然後到了10月、11月，就是我們很重要的指南宮的里山川的活動，也是等於是我們這整年度的一個高潮哦。然後在櫻花季跟這個魯冰花，我記得我每一次過年的時候就是農曆過年前後的時候，我就會來這邊看這個樟樹步道跟魯冰花。為了吸引遊客暢玩，貓空纜車特別與動物方程式合作，推出主題彩繪車廂與限量套票，各車站也設置經典角色供民眾拍照打卡。此外，9月將會推出貓空意象打卡裝置，10月、11月迎來台北里山川公共藝術計劃，結合指南宮自然信仰與悠人神鼓展演，融合在地生態、宗教信仰與頂級藝術人文風情。就是我們今年呢，先是北捷遊戲公司先在這個貓空纜車跟動物方程式合作，打造了這個彩繪的貓纜，所以也非常歡迎大小朋友都可以搭貓纜一起上來貓空。那接下來呢，觀船局在8月8號、8月9號，還有8月15跟8月16呢，在這個綠洲平台辦了星空電影院，那就是大家可以先到木柵去玩一玩，然後再搭貓纜上貓空來看這個星空電影院。那不止如此呢，我們在9月也會在這個地方去制作新的打卡裝置。那緊接着10月、11月就是非常著名的這個台北里山川的相關活動，所以貓空這個地區呢，已經獲得台北市已經獲得觀光署的100大的亮點獎，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國內外旅客都會來到的知名的景點，歡迎大家呢都可以來走進貓空，一起來體驗貓空的美。貓空4季皆有不同景致，還有在地特色茶料理與茶文化，民眾可以隨時關注走進貓空官網，安排一場豐富的休閒旅遊行程。記者溫俊台北報道。台南市北區區政大樓今年4月落成啟用後，成為全市最美的區公所。白天不只提供掐工服務，還因為婚紗攝影作品在網絡上爆紅，意外成為熱門打卡景點。現在全新的公共藝術映時浮光也正式點燈，以5組光影作品呈現北區歷史地景，成為台南夜晚的新地標。隱藏於格柵中的燈光，隨着色彩以及節奏變化，透過建築立面與燈光科技、海浪、沙洲、科架等意象緩緩浮現。台南市北區區政大樓公共藝術映時浮光正式啟用。藝術家以北區昔日沙洲、西湖等地景為靈感，讓地方歷史化作夜間藝術景觀。作品結合永續概念，由企業捐贈儲能設備，以綠能供應夜間燈光。公所也將推出彩繪圖卡，讓學童透過創作認識地方文化。優秀作品未來還將在區政大樓展出。建築物遮水，經過停車經過路角的時候，看這個公共藝術，而且會感覺足歡喜的，而且這個公共藝術才300
352萬。純白建築、寬敞街角，加上自然採光，北區區政大樓今年4月才剛啟用，有婚紗攝影師拋出一系列婚紗照，吸引不少網友留言，直說真的太美了，很漂亮是真的超漂亮的那一種，整個都是白色的，那個斑馬線啊，人在走的那個斑馬線其實也很好拍。戶政大廳以幸福轉運站打造結婚牆，希望讓新人留下人生重要紀念。截至今年5月底，已經累計達486對新人登記。邀請我們所有年輕人準備要結婚的，或者是未來要結婚的，未來結婚登記的時候，都首選我們的北區區政大樓，成為你們的一個結婚的一個拍照景點。白天是熱門婚攝打卡景點，夜晚則化身光影藝術地標。北區區政大樓從公共服務空間逐漸成為兼具文化美學與生活記憶的新城市亮點。記者周懷談的報道。小小戰士體驗營在暑假熱鬧登場，由台北市議會副議長葉林傳服務處主辦，結合立委王鴻薇服務處以及中山大直、健談永安、成功、金泰、北安等6里協辦，吸引大批親子參與。活動主打體驗式學習，透過闖關設計，讓孩子在遊戲中培養紀律與團隊精神。小朋友身穿陸海空3軍迷你制服，化身小小戰士，投入闖關體驗。現場設置多個關卡，其中 CPR 急救教學讓孩子實際操作按壓及應變流程，提升基本救護觀念。還有模擬丟手榴彈關卡，則考驗專注與動作協調。從一開始的生疏到逐漸上手，小朋友越玩越投入，現場氣氛熱絡。這媽媽告訴我，然後我想來的。你今天最想體驗什麼？玩槍，因為感覺很好玩。里長我 po 出來這個訊息，就小小戰鬥營，還蠻不錯的，然後就讓他們來體驗看看，那他們很開心啊，那很棒啊，因為我們平常都大概知道而已，然後今天更了解說怎麼正確去使用它，對，這很重要的。活動結合在地眷村文化背景與國防元素，讓孩子從小接觸守護與責任的概念，在輕鬆氛圍中種下基礎。靠近國防部與3軍單位的區域特色，也讓這類活動更具意義，將抽象的國家安全轉化為貼近生活的體驗。這次非常感謝是立法委員王鴻薇跟副議長葉林傳合辦的小小戰鬥營啊，聯合我們區的6個里長一起來參與。因為我這個區域跟別人不一樣，我們是靠近在國防部那裡，除了陸軍總部之外，海軍、空軍跟國防部都在我們這個區域內，而且我們這個區域是以眷村為多的，所以來這個共襄盛舉這個事情，大家其實很踴躍的。因為說實在的，從小培養一個小小的種子，將來在這個時代是很有必要性的。那事實上，國家還是要靠自己來保護，但重點是這次活動是要有趣化，不要教條化。這個時代的人不需要教條，隨便哪裡都看得到，是讓好的種子埋在我們小孩子的心裡中。現場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小戰士們，然後有穿着很多很帥氣的裝扮，然後體驗比方說等一下會有槍彈啊，或是有這個消防局弟兄好教我們的這個急救的活動。對，然後就是大家共襄盛舉，然後讓這個活動能夠圓圓滿滿。不少家長認為，透過親身參與，比單純講解更讓孩子理解安全與合作的重要性。即使活動當天受到白海豚颱風影響，仍有許多家庭到場支持，報名名額也早早額滿。寓教於樂的設計，讓學習更自然，也在小朋友心中留下深刻記憶。記者李希慧台北報道。由台南市北區振興社區發展協會主辦的防暴婦幼宣導暨友善寵物同樂會，在阿嬤你看市集熱鬧登場。活動結合毛孩走秀、公益市集及防暴宣導，吸引許多親子家庭帶着毛小孩一起參與，現場氣氛熱鬧又溫馨。地博啊！飼主忙着替毛孩精心打扮，希望在走秀活動中脫穎而出。各式造型萌翻全場，也讓愛犬愛貓的飼主們彼此交流互動。主辦單位希望透過毛孩同樂會，推廣飼主責任及認養代替購買的理念。
希望提升民眾動物保護意識。未來我們的活動就是吃小吃、做公益啊，順便也可以來摸彩啊，也很感謝我們今天邀約了很多的寵物哦，還有寵物雞哦，來幫我们走秀哈，跟我們主人一起來走秀啊。虽然是獎金哈就是很微薄，但是我覺得很熱烈啦哦，這也很感謝。那我們是正義社區發展協會哦，我在當里長的時候，我們就成立在106年就成立了我們的巡守隊，然後我們是全國第一個哈。可以成立巡守隊，有巡守犬哦。當初我們在106年的時候去動保處領養了4隻回來。活動現場設有藝文、美食及政令宣導攤位，讓民眾逛市集、品嘗美食，同時獲得實用資訊。活動這天，北區區長潘寶淑、中西區公所主秘藍天寶、議員服務處代表以及多位里長也都到場共襄盛舉，與民眾同樂。今天的一個友善寵物的一個宣導活動，來呼籲我們所有的市民愛寵物就要照顧它，然後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就是去認養，不要去取代購買。那也透過今天的活動，讓大家知道說，其實養寵物其實也是一件非常有符合公益的活動。那要養它就是要愛護它。毛小孩是大家的生活的一份子啦。那我們对於這些毛小孩或者這些寵物，我想現在大家付出的心力跟以前都增加了很多。那我們在這方面也尤其透過我們那個活動中心這邊的一個活動，大家更認識這些毛小孩啊，如果知道怎麼去照顧這些毛小孩的方法啊，我想這整個社會要祥和要和平的話，我想就是大家共榮共處。除了毛孩走秀，今年活動也安排街頭藝人演出，增添歡樂氣氛。台南市動保處也在現場提供寵物健康檢查、晶片植入登記、狂犬病疫苗施打以及動物保護宣導等服務，鼓勵民眾落實飼主責任。童曉雲希望透過寓教於樂的活動，讓更多民眾建立正確飼養觀念，同時打造友善動物城市，以實際行動支持認養代替購買、終身不棄養的觀念。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在單日來看，桃園市政府日前宣布推出一項貼心的新服務，只要透過桃園市民卡 APP 登錄，就能幫長輩申請專屬的防走失條碼。不僅如此，社會局這次更特別結合了桃園3大在地宮廟，推出專屬的平安符，讓科技尋人與傳統信仰完美結合。帶你一起來看看。台灣步入高齡化社會，長者失智走失的案件層出不窮。桃園市長張善政5日出席市政會議時，也有感而發，分享了自己過去照顧家中長輩的切身之痛，回憶起長輩走失時的焦急心情。張善政坦言，那種放下手邊所有事情，在社區裡四處尋找的煎熬，真的讓人非常痛苦與不安。我自己當年照顧我們家老人家的時候，也有這種非常緊張痛苦的經驗。當時在外面辦事，聽到家裡面說長輩不見了，趕快什麼事都丟掉，開車回家哈，在社區裡面找自己長輩，心情真的是非常忐忑不安。為了不讓更多家庭經歷這種焦急的等待，桃園市政府正式宣布，在市民卡 APP 中推出全新首創的防走失條碼功能，要幫家屬搶下黃金協尋時間。家屬只需打開 APP 進入專區，登錄長輩的基本資料與聯絡方式，系統就會自動生成一組專屬條碼。這條碼你可以貼在這個老人家，不管是老人家如果有拐杖，老人家有這個常常用的包包或是常用的衣飾上面貼上這個條碼。像這條碼，他如果走出去，真的不幸走失的話呢，我們的警員、路上的路人看到他，其實直接掃那個條碼，就可以知道說這個老人家他家裡面的資訊。那麼如果是警員的話呢，就趕快帶他回家。這次計劃特別與桃園在地香火最鼎盛的3大宮廟合作，包含了桃園大廟、景福宮、慈護宮以及中壢的仁海宮，3座宮廟各自為長輩加持了專屬的平安符。透過防走失條碼與平安符的結合，不僅提高協尋效率，
更讓長輩帶在身上時能感受到神靈的庇佑，給予家屬無形的安全感。很榮幸能夠參加這個市政府社會局舉辦的這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就是現在失智老人很多，所以說我們跟市政府的社會局配合做老人那個平安符萬一說老人家丟掉的話呢，第一還可以保平安，第二還可以說你後面有那個電話，你可以再尋找那個家人這樣子。非常感謝我們社會局給我們這個慈護宮、還有景福宮、還有仁海宮這個機會來幫忙這個失智老人有個智慧學習的這個功能哈。那我們3個宮也提供各5000個這個平安符哈，還有智慧這個晶片來協助這個走失的老人。這項看似簡單的小功能，背後卻蘊含着巨大的社會守護力。市府呼籲家中有失智或年邁長者的市民朋友，盡快下載 APP 並善用這項新功能，期盼透過科技與信仰的雙管齊下，串聯起警政系統與熱心民眾，共同為桃園的長者們編織一張充滿溫暖的社會安全網。記者李成浩桃園採訪報道。為了提升停車位的使用彈性，高雄市交通局從8月開始試辦大型重機可以停放於機車停車格，首波先行開放5處公有停車場，且收費比照普通機車。政策上路後，有人認為停車更方便，但也有人擔心會不會進一步壓縮原本就一位難求的機車停車空間。機車停車場裡面多出了一台體積稍大、停放角度斜斜的車輛。原本以為是沒有停好，但走近一看才發現原來是一台紅牌大型重機。高雄從8月起正式試辦大型重型機車停放機車格，政策才剛推行上路，就已經有重機騎士開始使用。OK 啊，因為它的寬度跟我們的機車格其實都一樣，不要去占汽車的位置啦。我覺得不錯啊。為什麼？因為這樣子汽車才會有更多空間，因為它本來就屬於是機車，雖然它比較大台一點，但應該車格，因為我們這裡車格其實都還蠻大的啊。為了提升停車空間的使用效率，高雄交通局配合中央政策，率先開放5處公有停車場，提供大型重型機車停放機車格，收費標準也比照一般普通機車，讓重機騎士不用再只能停放汽車格，增加停車的便利性與彈性。8月1號就開放了5處路外的停車場，這臨近這個捷運站周邊，那開放給這個大型重型機車來停放，主要是都會公園，然後雄宮，還有這個鳳山捷運站啊，鳳山國中捷運站跟這個前鎮高中這附近。我覺得不太夠對啊，因為像你平時在路邊停車也是會有一樣的問題啊。我們實際上全台灣的停車格就是不夠啊，可是車子超多啊。交通局表示，目前先行開放部分公有停車場，後續是否持續擴大辦理，甚至開放路邊機車格，還是得看試辦成效再進一步評估。不過也有民眾認為，目前機車停車本來就相當吃緊，未來如果再開放更多，可能會壓縮一般機車的停車空間。再加上全高雄的車格大小不一，與高架重機停放在一起，也讓部分騎士感到有些壓力，可能會佔用到我們的位置啦。對，因為我覺得他們如果是車型比較大，可能是建議他們去停類似比較像汽車停車格的地方。重機很貴，有可能碰撞到還是什麼之類的，可能會對他們自己也會有影響這樣子。因为重機跟一般的機車尺寸比較不一樣，但它又沒有到一個汽車的大小，所以如果開放機車格可以停的話，其實是一個比較彈性的做法。但是在這個設計重機可以停的停車格，它必須是比一般機車格再稍微寬一點，否則可能會有刮損的疑慮。其實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我們身障的機車停車格啦。身障機車停車格，它明顯就比一般的停車格寬度再寬一些嘛。這個部分我們先行試辦了，因為畢竟這個大型重機在我們這個高雄市內的話，其實它還是跟機車族比起來還是相對的比較少數。那我們也會衡量這個機車的停放需求跟這個大型重機的停放需求，再來做一個整體的考量。大型重型機車停放機車格正式上路，讓重機族多了一種停車選擇，也希望提升停車空間的使用效率。不過政策實施後，如何兼顧一般機車族的停車需求以及停車秩序與安全，後續試辦成效仍有待持續觀察。記者傳君高雄報道。你聽過圓錐角膜這項疾病嗎？而且長期揉眼睛恐怕會加速疾病惡化。由於早期症狀不明顯，為了強化早期診斷，基隆長庚醫院特別成立圓錐角膜中心，並以跨科診療模式，讓患者能早期獲得治療，降低走向角膜移植的風險。請接牌。患
畫面上是基隆長庚醫院正式成立圓錐角膜中心，基隆長庚醫院院長吳俊德、副院長孫啟興、詹義勝，跟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基隆市衛生局副局長郭香蘭、基隆市醫師公會理事長王俊傑，跟院內的醫療團隊共同揭牌，帶領民眾認識圓錐角膜這項疾病。醫師表示，圓錐角膜好發於青春期到30歲左右的年輕族群，過敏患者長期揉眼睛還會促使疾病惡化。因此，圓錐角膜中心特別採取跨科整合照護，來守護青壯年的視力健康。角膜它其實是一層一層的結構，但它這一類的病人的話，它可能就是結構相對來說不是那麼的強，所以我們眼球內會有水分，會有個眼內壓。那圓錐角膜的話，它就是角膜會不斷的向外膨出變尖。那年輕人的話，會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危險因子。那另外的話，就是有一些過敏的疾病啊，常常揉眼睛等，造成眼睛前部慢性發炎等，都會增加角膜的它的結構變脆弱。那早期症狀的話，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但是它會隨着時間過去，閃光可能會變得越來越強、越來越多，然後甚至產生不規則的閃光。嚴重的時候，如果不是經由醫師意外發現或是來篩檢的話，常常就是感覺到有症狀的時候，就是已經視力不可逆的，不可被經由眼鏡的方式來做矯正啊，視力就是下降。那在醫學上的檢查的時候，就會看到它的角膜變得非常的尖，往前膨出這樣子的現象。我想这個圓錐角膜的疾病啊，一般是比較常見於青少年。那剛剛也跟邱副市長有討論到，就是很多的這些少年呢，他們可能自己有過敏的疾病不知道。那等到他們比較嚴重，因為揉眼睛造成了這些角膜的病變之後呢，帶到眼科來，往往是比較嚴重的階段了。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跨科，包括小兒科，包括風濕免疫科，包括皮膚科，還有鼻喉科，這些高過敏的這些族群，我們能夠做早期的篩檢，然後希望說把高危險性的這些患者呢，能夠轉介到眼科來。那我們希望的是這個能夠防範於未然，對於一些疾病的發生呢，能夠起到一個這個預防的一個作用。那也非常謝謝大家對於基隆長庚醫院的支持，我相信在我們吳院長的領導之下，那我們一定會越來越好。這個眼科中心呢，是我們賴院長在5年前調任基隆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要讓基隆長庚變成一個有特色的一個醫院。所以在基隆長庚，我們到處都會看到各個的一個特色中心。那這眼科中心裡面大概有超過10位的一個主治醫師。那今年我們想要把它變成眼科部，升級為眼科部，也希望說能把我們這些的眼科部的一個努力能夠推廣出去，讓基隆市的市民知道基隆長庚有這麼好的一個醫療的服務。在基隆可以有這麼好的圓錐角膜中心，而且講全台灣第一個。那我覺得大家在基隆，我們通常的醫療品質相對於6都是比較差的。今天第一次可以看到，我們可以跟別人平起平坐，甚至超過別人，是非常感激也很感動的。謝謝院長和謝謝團隊們，謝謝。副市長邱佩玲感謝基隆長庚透過先進的醫療設備、診療技術以及跨科整合照顧，達到圓錐角膜早期診斷、早期治療的效果。市府也將持續與基隆長庚深化合作，共同來守護民眾的健康。記者黃日升、陳淑平基隆報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聞週報，感謝您的收看，我是翁俊，祝您一切平安，我們再會。乱票大的人吗？拿走！沈大哥，等等，我们真的準備好了嗎？
115年起，駕照換照年齡下修至70歲哦。換照時不只要體格檢查，75歲時還要做認知功能測驗，還免費提供最新交通安全法規教育訓練。提早70來換照，多多阻塞，啪照。今天我載你。OK， 政策上路之後記得去換照哦。爭取3天，爭取更多時間，防範未然，平時共同討論家庭防災計劃。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難收容所嗎？那如果手機不通的話，大家要怎麼聯繫呢？分散時約哪裡當緊急集合地點？防災包多久要更新一次？我負責清點防災包，那我負責關閉家中水電，我負責規劃避難路線，我負責照顧阿嬤，我負責照顧小乖。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災計劃，爭取3天，爭取更多時間。主要是对爆，好料。抽了會不會出事啊？要抽嗎？啊，你怕屁啊！你知道抽到我們台灣是違法的嗎？我朋友他們就說，偶爾抽一下放鬆一下沒關係的，而且我可以控制的。你覺得你可以控制？可是昨天你在路上駕駛，差點發生事故。訂旅宿最怕訂了卻被告知入住原本不存在的2館，住旅宿最怕去了結果發生不預期的意外，訂房匯款最怕匯了最後碰上詐騙。拒絕非法旅宿，選合法就上旅宿網。訂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证件麻煩一下。我這邊有更爽的。毒品唾液快篩。我不要啊。拒絕檢測，重處18萬元，當場執行人車分離，還會吊銷駕照。不然我接受檢測好了。檢測為陽性的汽機車駕駛人，處罰鍰與吊扣駕照，別想繼續留在路上。獨家上路，修僥倖，快篩新法立現行。